大家好，歡迎返嚟21世紀考古學。今日我哋要進入去 The Album 嘅世界。喺仲有唔夠一個星期 ，Juno 就會喺亞洲博覽館舉行 The Albu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演唱會番外篇嘅 show。咁作為少少龍粉嘅我，當然十分之期待啦。董哲同埋蒲明心首次約會嘅地點聖記士多，陣間見。大家好，我哋又返嚟啦！見到我身後呢個背景，就知道我哋正身處於切爾諾貝爾。呢件衫叫做 Till Death Do Us Part， 知道嘅就係對方係佢哋嘅愛情。第二件衫就係呢一件 The Injured One， 名為受傷者。咁喺衫上面嘅呢一隻玩具熊，其實喺《捕獵34》嘅 MV 裏面係出現過嘅。係少少嘅龍粉，如果 Juno 可以聽到嘅話呢，我想講，我一定會絕對努力去支持住你嘅作品㗎，包括係你嘅 The Album 系列，包括係你嘅時裝 Kim Myung Jung， 因為係 Juno Mark 嘅鏡像啊嘛，調翻轉啊嘛，咁究竟係讀 Kim Myung Jung 定係 Kim Jung 定係 Juno Mark？希望有一天可以親身咁樣去問 Juno 本人啦。咁題外話就係，其實好多時候 Juno 做嘅好多創作，可能係有支氣管炎又會批評啊，套戲好慈祥又會批評啊，未睇過套戲但已經覺得套戲係好唔好睇啊，呢個戲係爛尾啊！當然啦，我作為呢個龍粉啊，當然係撐 Juno 噶啦。但係更大就係，我會好渴望喺香港呢個社會，難得有人可以願意投資，願意去花時間去追求一啲好靚嘅嘢。去追求一啲香港本身冇嘅嘢，好渴望香港呢個社會可以容納到 Juno 嘅創作。咁我相信梗係容納到啦，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得睇 show 啦。但係更大嘅就係支持。咁多位龍粉，如果你喺亞洲博覽館見到我呢個粉紅色頭嘅，歡迎過嚟同我 say 個 hi 打個招呼，因為我好渴望可以同到人一齊去傾 The Album， 傾 Juno 嘅作品，所以你哋放心過嚟 say hi， 亞洲博覽館見。